麦当劳的新产品虾啊汉堡甲验出有可能会敏感的抗生素，赶紧落地。澳洲政府通过新法律，外送员的上加薪水7个1台票，白台就要甲外送员保意外险。罗西亚总统普京在军舰就的确岛，日本强调北方四岛是因为主权争议载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继续来看城镇韧性演习，今仔日已经上尾一区到北部啊，包含防空避难演习、甲行动网络降速演习。台北市是日咧树林演练捷运、公车相关的避难引导。也那总统热身就是去新北市市道便衣港在，也阁有大卖场的民生配售演练。下晡2点30分，防空警报大响，民众手机嘛同步收到国家级警报简讯，宣告北部地区7县市的城镇韧性演习场场，伫树林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游客互人引导到地下室进行疏散避难。演习期间，道路人车管制，公车到捷运站了后，民众听站务人员的指示进入地下室，还是捷运站来避难。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呢，捷运维持正常行驶，但只进不出，而在站内的旅客必须配合站务人员的引导进行避难。检潭捷运站有高架站体，站务人员引导旅客落楼，双手摸头避难。有香港游客头一届来台湾，都拄到演习，留了真深的印象。因为我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所以有点新奇吧。稍微等一下没关系啊，反正国家需要那个防护嘛，当然要练习。台北市女警万安在场透过视讯验证各行政区疏散演练，也特别是到树林区注重重点疏散区域，包含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民街、树林商圈、检潭捷运站，可见政府民间做伙合作。那这一次我们选定这个地点，最主要也是它多元复合型的样态，就有包括商圈、夜市，刚刚也在民宅以及捷运高架路段来演练如何疏散避难。让民众更加的熟悉了解。总统赖清德是伫演习进前到新北乡和病院，市道病院无期见习状况，进行医疗降载。另外，面对民生物资欠缺，会由政府开设配售站，发放米、食用油、燃料这基本物资。赖总统原来前往大卖场了解民生配售演练。各国的驻台使节都参与我们的演习，德不孤必有邻。我们不是单独面对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变化。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共同面对。在平时如果转战时的时候，我们能够撑多久？如果能够在民生物资稳定、医疗照顾底下，能够协同我们的中央大家一条心。宜兰地区旅客为火车站落车，由警方引导到车站来避难。百货商场铁门嘛救来，搭防空演习的工具，协助各路站的民众疏散。暗过演习期间，苏澳镇发现有民众有就医的需求，骑车经过苏花路口，互警方抓来，安排救护车协助送医。这边门要关了哦。新店城隍庙本来伫举办活动，拄着演习，大阵人配合庙方疏散去庙内避难，等待30分钟的演习落幕。记者综合报道。汉光演习第9日，重点是放伫咧海军海巡反强南封锁。这玉山南是办演商船突破强军的封锁，进入花莲港、苏澳港。离岛的部分海量蛙冰畅水，收集敌军的情报。海巡台中舰伫头前担任护卫舰，正边倒边有海巡的八里舰、海军的武港舰，后尾阁对海军的安港舰，指挥执行海上护送的任务。汉光42号演习迎接上核心的超演习节，模拟中国侵略台湾，强行对台湾实施海上距离甲封锁，为了依护国家海上生命线。海军甲海巡头一届演练联合反封锁的护航，由海军玉山舰改做是商船载重要的物资，对台湾东部外海入港。海军海巡将会进行海上护航甲安全概括，确保商船入去花莲港甲苏澳港。中国的这个海警船等等的，也在我们的东部海域活动啊。那它将来也可能对我们的这些运补的那个国籍或者是外籍的船舰呢，会造成袭扰。那这时候呢，可以就用这个海巡的船舰呢，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整个这个海域的安全呢加以这个介护，彼此作战的默契呢，能够这个培养出一定的这样一个程度。
汉国演习进入冲侵防御、甲古长作战的阶段。台北半暝出现枪声甲炮声，为了阻挡解放军对新北邦桥入去台北邦甲侵略政经的核心，县治部演练立功护桥阻挡，部队是像城市所谓迷彩出现。大铁网甲爱斯科防爆墙阻挡解放军的行动，部队主动调人结合军霸驾车，利用火力压制解放军守护台北的防守区。另外，战争的时，战车驾车送转去，军霸驾车发电机故障，保守单位赶到战术位置来野战抢修。也那 M60A3 战车送转较真严重，无法度当地修理，送去后线维修，赶紧恢复战力。中国也可能占平湖来乘做拍本岛的跳板，国军的精英部队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两车侦测营海龙水骑兵参与演习，坐快艇到目标的海口，部队畅水尾，利用半暝的时间偷偷上岛，用无人机掌握中国解放军的位置，结合部队各地应用特警 TAK， 赶紧汇报即时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麦当劳的新产品虾仔汉堡价验出讲可能会致癌的抗生素，赶紧落价。食安方面，消基会也开记者会，建议讲使用的红色7号色素使用的限制要搁较严格。店外各大黑白产品的海报，不过麦当劳是发新闻稿表示讲，收到厂商的通知，进口的黑白原料虽然有顶油检验合格的物件，但是自主检测到法定规定应该零检出来硝基呋喃含伊的代谢物0.7 ppb， 决定要停止使用黑白，而且暂停卖2项相关产品，会进一步复验来厘清状况。另外，已经买到问题商品的人客，麦当劳会室内嘛，第一礼拜来提出退款机制。其实这是事后亡羊补牢嘛，就是如果进来前先做一些检测，在企业的这个部分，他们可以先做到自我检查，这件事情一定都是更加分的。专家分析，硝基呋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光效性抗生素，对正这种镉蓝食用性菌和阴性菌有效，但是国内法规明定，伫所有的禽畜肉品含水产品拢袂当检出，因为恐惊会互民众有致癌和过敏反应的风险。它在动物实验室致癌物，在人体并没有致癌证据。可是我们在医学上还是担心说，如果民众长久吃到这个食物当中有硝基呋喃的成分的话，长期还是担心会有致癌的疑虑。食品安全的风险有可能的来源嘛，包括食用色素。消基会抽查35项市面上有色素的食品，发现内面有半数拢有国内当合法使用的使用红色7号色素，但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宣布撤销这种色素，做食品含食药啊的色素的核准资格。加州嘛已经正式立法，按算到2027年全面禁用，后面嘛严格限缩用途，佮要求加注健康建议。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7号，把它从可添加的部分删除使用红色7号。国际间 Codex、欧盟、日本能准用，我国尚无立即删除需求。消息强调，虽然红色7号色素未遂禁用，但是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和限量的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外送专法7月2日实施，外送员的薪水是爱逐场订单分开计算。这阵 Uber Eats 宣布讲，逐场订单的服务费平均设起4块至6块。如果是消费者爱承担，手机试一个才会得送到位。不过，自外送专法通过了后，外送平台的算式方式佫引发讨论。即马 Uber Eats 佫讲话要起价，12宣布从8月14开始会调整外送合作伙伴的整体总收结果。不过，嘛甲消费者逐条订单预计会增加平均4块到6块的服务费。本身他们在跟店家的时候配合，就本身已经有一些价差了。对，那实际上外送如果他又增加了一些费用，其实还增加蛮多的。那如果你真的自己懒得出去买，你要叫人家服务，就是要付费啊。这摆调整主要原因是 Uber Eats 进前先甲外送员贴单，线算同一条外送的时间，互外送员抗议讲是工课时间去用抬一半，影响薪水，嘛互劳动部认定规范。因为这件代志 ，Uber Eats 嘛宣布会调整系统，会甲贴单的外送时间重复算起嚟，嘛会甲7月1日到8月17期间所有外送的差价报回去。不过，嘛会检视营运成本。因为我们跑我们也没多少钱啊，我们跑也没多少钱啊，我们一单也几十块钱而已啊，有给再讲吧。这个专法是针对所有平台适用。那为什么其他2个平台，譬如说 Foodpanda 或是 Foodmo，
他们也是按照专法的架构去走啊，他们也是全额去给付司机的报酬，但这2家平台都还没有涨价，所以 Uber 是不是把这个专法拿来当做涨价的借口？外送工会就强调，外送专法无应该变作是起价借口，嘛强调有明着应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得赶紧订定相关的条文。寡占的这种市场，其实政府还是应该要提供一个框架，就是在这个他们本身的售价的合理性，然后不能说那今天我占了这个市场之后，我就得予取予求。消基会嘛分析，外送平台目前算是较晚孤行独饲的，相关的单位应该制定介绍的范围。若是因为受伤、行动不方便的等等因素，无法度出外买物件的人，恐惊是影响上大的。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澳洲的外送行业，当地政府也通过新法律，让外送员更较有保障。外送员的上加薪水是用交通工具来分，上加骑脚踏车1点钟有701，也若是上悬赛车要725。也若是当地一般劳工基本的薪水是1点钟600，等于是加买2成。另外，也有明定讲，这是对接订单就要开始算钱，一直到完成外送。除了薪水的部分，政府也规定讲，平台就要甲外送员保意外险。伫咧全世界的外送行业当中，澳洲走大先。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新规定，外送平台必须甲外送员的薪水为即马法定最低时薪26.44澳币，大约代表600的水准提高到1.3澳币。差不多代表710块，工作时间为接单迄个时阵算起，一直到配送完成。若是安尼，外送平台必须为送货员提供最低合理限度的人身意外险。不过，外送员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爱家己负担第三责任险。新制度一定会互25万的外送零工业者有好处。澳洲运输劳工工会讲，公平工作委员会的命令是澳洲零工经济新的里程。嘛，甲外送平台 Uber Eats、DoorDash 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澳洲零工工作者长期互人排除伫工作制度外，为摆开始，因会享有世界领先的保障标准，阮原来会对时间持续强化这标准。这项改革会互人关心，是因为全球外送平台工作者长期互人当作是独立承包商，毋是平台的员工，往往欠缺最低工资、职灾保障等基本劳工权益。伫工会的签署下，澳洲左派政府伫2023甲2024年陆续修法，互公平工作委员会订定薪资甲保险标准的权利。这个新制都是改革了后的具体成果。国际劳工组织今年6月通过全球头一个针对零工工作者具有约束力的就业保障标准。这个标准目前也有待各国政府的批准。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国际政治消息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京视察远东地区，这军舰就直触岛，这就引起日本抗议。咱来看边仔这张地图，咱会当看到讲用这红线箍起来的，日本讲是因的北方四岛，而这日本的北海道是真近。不过目前这岛林大的人，大多数拢是罗西亚人，因为1945年苏联就甲当地17000个日本人隆重赶走。即阵普京是经伫咧二战终战纪念日8月15进前就岛视察，目的就是要宣示主权，甲日本施压。罗西亚是甲这号做是因的南千岛群岛，不过日本是强调讲北方四岛本地就是日本的领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阁强调讲，罗西亚这款行为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绝对袂当容允。普丁坐海军的军舰对南萨哈林斯克到泽州岛，除了访问岛顶的水产加工等在地产业，和当地的病院和学校，佮和师生和医护人员，到岛内面的东正教传教士的讲话。罗西亚现任国家元首访问北方四岛，前一摆是伫2010年，是迄当阵的总统麦维德夫访问国后岛。普丁以总统的身份，打起伫日本迄边讲的北方的领土，即摆是第一摆。包括科亚岛和北方四岛在内的几个岛屿，伫第2摆世界大战的尾期，将苏联实质占领。日本虽然伫战后宣誓放弃主权，但是伫冷战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宣布无承认将苏联有这岛屿的主权，一直到已经过身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任内，日本罗西亚同意暂时把主权的争议放边啊，开始做伙开发科亚岛天然气的计划。不过2022年俄罗战争爆发了，日本对欧美的卡布加入制裁。罗西亚嘛随停止相关的交涉。
这摆普廷伫12星伫南萨哈林斯克视察海军的演习，13到泽佐岛。NHK 电视台顶日本的媒体指出讲，老方是就这来算是牵制亲西方的日本政府。对这个部分，日本政府嘛表达强烈的抗议。ロシアの現職の大統領による今般のロフト訪問は、北方領土に関する日本の一貫した立場と相入れません。Видим, что власти не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рава пытаются ограничить движение судов наших эконом-операторов. Мирно, подчеркну. А недавно додумались д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захвата наших судов и продажи награбленного у нас имущества. 目前北方四岛的居民差不多17000人左右。日本讲的南华台是有40万人住伫遐。当地首府南萨哈林斯克虽然不是罗西亚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但离正近的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是陆军定举行演习的海域。当地离日本的北海道敢若100多公里，有正重要的战略地位。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美国军长8月11日办州长甲议员的初选，民主党的少年辈是有徛起来办势，也那是共和党过去在川甲因天的支持，这候选人都有优势。不过，这阵伊个人的支持度一直在下降，选战面临考验。无到1个月前才正式参选的克劳里，在风看水的情形之下胜利。在关键摇摆州威斯康辛的民主党初选内面，拍败进步派韩 A 候选人弗兰塞斯卡洪，以正式警察险险出线。年底克劳里会代表民主党，和川普的爱将共和党的众议员蒂芬尼做为了竞选威斯康辛的州长。This isn't a typical election about red versus blue. This is an election about the very soul of the state of Wisconsin. 10月开始的多州的初选，对党内进步派势力愈来愈大的民主党来讲，当时党内进步派敢会当攻11月大选的关键测试。在明尼苏达州，进步派的立场是真明显，后壁有桑德斯华伦徛牌的副州长弗兰纳根，在民主党参议员的初选内面赢，后壁有强大建制派支持的参议员克罗布查，是得到党内州长的提名。With the Democrats, what we're seeing is a real fight for the soul of the party in terms of what they're going to stand for moving forward. And this is really translated into what really electability means during these primaries. 民主党进步派人士最近在纽约、密西根州这所在做初选，虽然说挑战正大的老鸟。根据政治网站 Axios 的初步统计，康乃狄克州争取连任的众议员拉山在初选输去，民主党今年已经有7个现任的众议员在党内初选内面输去，专家嘛对民主党的团结发出警告。There's an old saying, Republicans fall in line and Democrats fall in love. 在川普的支持率正低的时阵，伊的总者的特质即马看起来敢若无遐尼厉害啊。川普一向拢会去挺实力无介强，但是忠诚度正悬的人，亲就是已经过身重量级的国会议员格兰姆的小妹。但是专家表示讲，川普的背书即马已经无一定是共和党人选赢的绝对保证。You might see some of these candidates who, without the strong endorsement of Donald Trump, are actually able to do it on their own. 即马民主党、共和党拢在拍拼寻求选赢，11月的其中选举，恐惊嘛袂只是一场政党对决，更较有可能是两党的选民伫政治路线顶悬一摆全新的考验。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要5冬，女性的权利受到限制。联合国的统计，这塔利班掌权以来，有240万的查某囡仔无法度去读中学，恐惊到2030年会增加到400万人。知影家己无法度倒转去学校上课，这个阿富汗的查某大学生目眶红红。自从塔利班政府政治控制一年8月重新掌权了后，阿富汗女性受教权一步一步去互剥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塔利班执政5冬以来，阿富汗已经有240万的查某囡仔去互排除伫咧中等教育以外。This is the number of girls who finished primary education with success and actually could have continued to secondary education, but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cies by de facto authorities, they can't.
当初是塔利班政府重新掌权的时阵，表示会伫伊斯兰教法还有阿富汗文化规范内底尊重女性的权利。不过执政了后，虽然一直减缩对女性的限制，禁止女性做大部分公部门的工作，而且佫限制查某囡仔接受教育到12岁就要停起来。2021年9月，大学重新开放了后，对查某学生采取隔离教育，教师用布帘也是假帮，甲查甫甲查某学生分开，甚至分开上课。女性嘛，敢会当使用校园的特定区域。2022年，塔利班推翻开放女性读高中的承诺，针对重新启动查某囡仔高中教育的计划，一直拢无提出具体时间表。同款迄当，佮禁止女性读大学，互阿富汗女性的受教权受到严重的限缩。Restriction on women continuing to higher education means, of course, fewer women will be able to qualify as teachers also in the coming years, which are the main pillars of response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国科文组织人员去阿富汗教育现场了后，发现目前阿富汗超过90%的10岁囡仔无法度阅读交理解符合同年龄程度的简单文章，显示在地教育品质互人真烦恼。塔利班把查某囡仔排除伫咧教育体系以外，剥夺因改变未来的机会，恐惊嘛，互阿富汗的教育体系陷入学生愈少、教师愈少、教育品质愈歹的恶性循环，嘛影响规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城市的公害真严重，要看天气无遐尼简单。爱尔兰的偏乡克里是全北半球头一个紧急认证的暗空保护区，会当看到规条银河，或者就互当地观光袂因为季节大小过差真济。伫暗暝，规天顶的星亲像泉州共款，游客穿高靴仔，摕无插白的红烧手电，一步一步行入去古老的城堡。伫导览员的小介之下，看天气，点点仔咧欣赏。Never gotten a good look like this at the Milky Way, where you can actually see it and see it properly. It's really, really fabulous. It's a thing that we're so lucky to have in Ireland. 这是爱尔兰西南部的克里郡，有用喺无公害全北半球第一得到紧急认证的暗空保护区。因为面对大西洋无济光污染，另外一边是山脉阻挡大都市的公害，加做天然有利的暗空条件，或者有一种甲世界隔绝、时间静止的感觉，在其中互人莫名充满感情。Couples start holding hands, people start kissing, or people get very emotional. It's a fantastic thing with families. Families all start putting thei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Something happens, makes people very emotional. 这几年，更较侪游客想要走出，更较影响，更较接近自然体验，对天文旅游的兴趣愈来愈高，也有当当地旅游季节，或者无来投入真侪钱伫基础设施。以前秋冬小月，望无人来小店得到新的相机。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意大利罗马的阿尔滕普斯宫过去是贵族住的厝，即阵将做国家博物馆，内底是收藏真侪古早时贵族的文物。做回来看。观光客来来去去的罗马街头，有卖各种纪念品，也有披萨店头。伫这闹热的城市当中，有一栋古早的建筑，点点徛伫遐。这是阿尔滕普斯宫，伊伫咧那沃纳广场附近，对大门行入去，看到是一个大大的内庭，4颗围仔的走廊，会当看到古罗马的雕像，还佫种满玫瑰花，这看起来真安静。来到这。好亲像走入一个互大家袂记的时代崩坑内底。It's crazy. It's like a hidden gem in the middle of Rome. We're right next to Piazza Navona, and there's 2 people in the museum with us. 阿尔滕普斯宫是贵族亚里亚欧家族伫咧15世纪起的大厦厝，尾啊伫咧16世纪由阿尔滕普斯司机主教买入来，过来扩建，内底有真侪私人的收藏。伫咧16甲17世纪的古早文物，像讲战神阿瑞斯，也佮伊甲阿夫罗代蒂的后生爱神厄洛斯的雕像，这间每一档吸引超过900万位观光客的罗马竞技场来比起来，是较无遐尔有名。但是阿尔滕普斯宫早就伫咧1977年，就正做罗马国家博物馆
下底4个历史博物馆之一。Ma varcando le soglie del museo si entra in un'atmosfera veramente di riposo e di bellezza, per cui può essere anche l'occasione per soffermarsi sulla bellezza delle decorazioni e delle opere e respirare diciamo l'arte e la cultura che sono nella città di Roma al di fuori dei percorsi più conosciuti e battuti dai turisti. 内殿的顶悬有一个气派的走廊，壁倒也有天棚。除了阿尔滕普斯家族向顶的多样山羊以外，也佫有孔雀、长暗鸟、火鸡等等无共款国家的鸟仔。专家讲，这是为了展示因家族有能力买贵闪闪的白皮，这款美感嘛是袂少导演来遮取景。其中一个是意大利导演索伦提诺奥斯卡金奖的电影《绝美之城》。伫节奏快速的罗马，阿尔滕普斯宫参像一个伫无共款的时空。对着愿意行出地门路线的旅客来讲，这座伫咧市中心的博物馆是一个甲历史好好对话的好所在。公司新闻红路梅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